分享的快乐。阿家，因为爸母的工课真无用，阮是阿嬷摇大汉的，庄脚所在较偏僻，无菜市啊。阿嬷就踮附近的空地种真济无同的菜色。亲戚朋友若来报道，会摕因种的果子做伴手，讲是无农药，食着较安心。因要离开的时，阿嬷会去菜园仔挽一寡菜，顺线互因炸倒去。厝边头尾大家好来好去，感情亲像一家伙仔，互相照顾分享。这种生活虽忙朴实，毋过真满足。即马阿嬷有岁啊，阿爸甲接来都市做伙大。逐礼拜阿嬷会去做志工，分爱心便当互较弱势的人，希望因莫去夭折，生活上无嘛有一顿烧。阿嬷定定讲，做人爱有量，有量才有福。我感觉阿嬷的话讲了无毋对，若是有人歹过日，手头红，咱爱将心比心来体谅，为因设想，互无助的人有通倚靠，家己嘛会得到真大的快乐。会记得2020年的过年，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，年节过甲无味无素。武汉肺炎这种病真够传染，若去互话着，镜头是不止啊严重。政府惊疫情控制袂牢，直直拖开，致使社区感染。安尼代志就真歹收煞，会造成全国着坐稳的大危机。国家卫生福利部就赶紧成立一个指挥中心，逐工伫电视开记者会，提醒大家注意疫情的发展，呼吁大家伫生活中要谨慎，爱接洗手、挂喙罨。学生囡仔嘛随时跟咧调整，去学校上课爱磅体温。若有人发烧感染着，就规班、规学年，甚至是全校的学生，拢爱踮伫厝内，老师改用线顶上课。武汉肺炎伫全世界大流行，着病死亡的人数直直唱悬。袂输世界大战同款，人心惊吓，损失真惨重。加在咱台湾有专业的团队，疫情控制甲真好，政府的做法受到国际肯定。台湾 can help 开始正做咱的标头，毋若管济喙罨。送去外国，佮通分享预防甲医疗的经验，毋望会当早一日做伙渡过难关。这一切拢互我真感动。台湾人就是心肝软，别长看，毋甘别人受苦。这是我台湾，我骄傲。这个代志，互阮了解一个道理：分享亲像在乌井，井乌愈深，问出来泉水就愈济。嘛亲像一支画笔，因为互相分享，乌白世界开始有美丽色水。愿意分享的人，袂输甲幸福的种子压伫土里。种子不易成长了后，芳
佮水的花蕊，就会开甲满满是，大家快乐心花开。看到别人因为咱的分享得到温暖甲安慰，咱的心嘛会缀咧欢喜，人生加添光彩，更加有意义。